讲到囡仔，这个苦毒囡仔应该是有够一个人伫问讲啊，是安怎咱的囡仔无迄个平安大汉的权利？而社保护团体更加呼吁讲，咱应该加重苦毒囡仔行政，因为若是明明知讲这个红影遮脆弱，用遮粗残、遮残忍的方式加苦毒，甚至死亡者，这敢讲毋是杀人罪？啊，到底修法敢有法度做保破网的动作？咱有法度为儿童的保护做什款的代志？来看今仔日的真相急先锋。你敢想会到这车子的痛，哪有小小3岁囡仔来承受嘞？小朋友在承受大概1000多针的这个刺青的过程，类似涂鸦的状况啊，在他的身上有一些龙啊、大象啊，一些简易的图形，应该是把它当做一个刺青练习的一个工具。痛下毒手的凶手张氏男子，伊是囡仔妈妈的朋友，被囡仔妈妈入监服刑，爸爸唔知去向，把囡仔交予伊照顾，短短2个月就出人命。发现好像刺青还蛮好玩的，购买一些非专业的器具，他的态度比较不在意，有点戏谑的那种感觉。这到底是吐的还是血？吐啊，他吐的东西。正治工具就放伫桌顶，3岁生这证实，这就是这查甫囡仔生命终点站。头发我剪的啊。你为什么把它剪成这样子？哭啊！一般大人都无法度忍受几点钟这车子的痛，张氏男子竟然把3岁囡仔当作是练习的工具，用伊臃肿的身躯甲伊饲掉咧。伫无把嘴前方一针一针插伫皮肤顶面，囡仔伊直咧滚肉，到甲伊的手骨拢脱落去，好声是愈来愈弱。伊的伤害是等下大大蕊向世界无声的求助。惊动社会的动案，教犯伊心理一审判无期徒刑，经2审平判，降做16冬。但是张氏男子服刑11冬后，在2016年假释出狱，只有简单保护管束，才会当保证类似的事件袂阁重演。有时候是家庭他遇到一些困难跟问题，也不知道怎么解决，没办法解决，然后就连累到孩子，把他腿打断，你把他打成昏迷，其实没有任何帮忙。2019年5月，立法院3读通过刑法修正案，规定虐童致死者处无期徒刑，或者10冬以上的有期徒刑；致重伤者处5冬到12冬的有期徒刑。嘛将保护对象的年龄伫16岁提悬到18岁。不过外界质疑，囡仔无抵抗能力，加害者明知影佫下动手，可能会造成囡仔的死亡，敢讲这无构成杀人罪。如果用杀人罪起诉，会有更多人知道在情绪上来的时候，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些幼儿，不一定要有动机，因为对幼儿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意图嘛。你重击他，其实你只想要得到快感。难道我们的司法在整个案件的行为认定上面都看不到这一块吗？重新检视过往的虐童案，加害者敢真正有得到应该有的天罚。小朋友的生命就这样死。就13年就可能就解决。2017年，台南一岁半红色小女童用倒头栽方式出来伊伫海，女童摔落头壳内出血死亡。最高法院以成年人故意对女童伤害致死罪判刑13冬定案。警方大规模搜山开挖，要找到被虐死的小孩遗体，3个分别为7岁、10个月以及6个月的孩子。用那个伤害致死跟遗弃尸体罪的等罪嫌呢，将被告等人提起公诉。不过，现实是真侪重大虐童案，拢是以伤害罪在伤害致死罪处罚。法官对着罪行的认定，爱就个案多方面的考量。要探究一个人有没有杀人的故意，他本来就是一个需要调查事实、需要厘清整个脉络，甚至行为人、犯罪人他整个成长背景，他自己对于事件的认知，或者是甚至他自己就有精神病，这些都必须要做调查。避免悲剧搁再发生，建立完善通报机制，预防追踪是必然。但是司法机关的量刑依据，确实也是备受争议。修法加重刑度只是开始，最后应该安怎判，法官心中自有定夺。